当年为着要办这个案件，内政部警政署、甲台北市刑大、甲贵分局共同成立一个专案小组，对无？无毋对，下来载被害者的迄台车，恁敢有做证物扣啊？第一时间就甲车拢扣啊，而且对车内嘛有进行搜查。另外，指纹甲 DNA 拢有采集，资料当初时拢已经送检啊。啊，备案阮分局是有啦，也毋过有一届风台吼，阮分局淹大水。我手头才有一份当年当时大台北地区做风台淹水的范围，不过真可惜，警政署、市乡大甲贵分局拢无伫咧这个范围内底。不过专案小组所甲阮讲，当年所有的证据一定因为风台淹水淹了去啊。警政署、市乡大甲贵分局拢无伫这内呢。检察官，你一定知影吼？啊是丁兄，你有啥物意见？唔知影？我知影，因为乌龙蛇道好笑，好笑啦！